起锅烧油，扒了2下，先加点水。今天咱不吃爆头了，整点好的，整点海鳗吃吃，海鳗鱼，整点海鳗鱼汤吃吃啊。这个，这玩意这是男人大补神器啊！来点醋，来点料酒，回来，来点老抽啊！这玩意男人吃的特别好。有没有想吃的？想吃老铁来。下视频开录啊！想吃的话给我点双击加关注，谢谢啊！双击，哎呦我亲娘嘞，这啥玩意儿这？双击，红烧海鳗鱼好了，我给它整一个啊！整口鱼头，吃鱼头有人求啊！吃口鱼锭，吃鱼锭有人敬。唯独大爷大冷蛋喜欢吃中段，我喜欢吃中段，肉多。看有食欲老铁给我个双击加关注，再见老铁。好，再见老铁。来老铁，龙王爷我是抓不到了，今天我给你们抓个小龙人。老铁，感觉过瘾，给老铁双击可不可以啊？抓个大小龙人啊！双击老铁，怎么样？来老铁，虽然咱没捕到多少，咱得吃。海鲜一小锅，吃咱就吃个教堂味的。大家老铁，感觉老铁够拼的，给个双击加关注，谢谢了。我听掉了，真凉。给个双击吧，大哥大姐们。来，今天咱给你们整一锅大爆头啊！吃爆头咱必须用大锅。红椒饭爆香。叔叔阿姨整个双击，不叫老铁，整个双击吧。是爆头咱必须扔锅灶。来点老抽，料酒去腥啊！来点凉拌酱油，来点老醋。哥哥姐姐给我爸爸个双击吧，谢谢了，再就给一个吧。再套了。爸爸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扒拉，哎，加点水啊！看到这里了。感觉过瘾的，给老弟点双击加关注，谢谢。咱下视频开喽，双击，来吧，熟了，开喽！我整个大凤尾螺，有没有见过的老铁？爸爸，我想吃。这个苦胆不能吃，得摘掉。来，我给你拿筷子，给你穿个糖葫芦。糖葫芦。行吧，吃吧。好吃。你咬筷子干嘛？有肉。没看到。有这个肉的，这个肉可以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给我爸爸个双击吧，谢谢了，再就给一个吧。好，吃吧。吃黄啊，吃吧。哎，爸爸你吃。咬一口。拿双击，给双击，双击，谢谢双击。